第一屆杯原子扮嘢大賽正式開始，有請第一位參賽者 SMAP 成 SMAP 曹子剛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睇剛子40有2啊！日前佢喺 SMAP 成 SMAP 新單元杯原的剛子大晒柔軟度，絕對同妹妹仔有得揮切嘅。嚟，剛子俾啲實力大家睇 ，pose 1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スカートがさ、これしょうがないよね、ポーズ。押したー。来た。5秒キープよ。3、2、1。成功啊！老晒白色底底啦，剛子，快啲落翻嚟，準備 pose 2。あー、危ねえ。これ限界。はい。5、4、3、2、1。又成功啦，係勁喎！唔知制係一個高難度動作，你做唔做到呢？干巴爹哦！ おい痛い。4、3、2、1。Oh my god！ 你冇事啊嘛？跌落咖啡，眼睫毛都甩晒，仲笑到4萬個口，你咁薄底有咁多人 share 嘅，加埋呢集有小栗旬同山田孝之做試食環節嘉賓，大放笑彈，難怪 SMAP 散團風波餘溫未散，呢集 SMAP 成 SMAP 嘅收視都回復正常，有13.4% 啦。貪食新鮮推介，貓山王1箱6個都係1800蚊有找，連埋運費都平過超市，仲快啲嚟落 order。